谢谢。就是其实牧师只给我大概5到7分钟，所以很短。对，就是不要看我这样，其实我站在那边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东闪西闪，就是我第一次站在上面做见证。去的就是日光少年营，然后去参加大专的神研班，然后就是当中有很多领受，然后再有很多的学习。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神研班里面的收获，还有在里面的一些看见跟学习。好，下一张。然后就是今年的神研班在就是1月30号到2月4号，然后那一张是就是我们这一组的小组员这样。好，下一张。就是在神研班里面，就是我们跟一般平常在教会做礼拜不一样，就是我们在神研班主要就是我们这次研经的内容那个范围是罗马书，然后就是在神研班里面，其实我们的学习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当中，就是我们参照不同的版本，就是有很多不同，我们可能会看和合本、现代中文译本、新翻译本，然后英文版本，甚至有一些其他的版本，然后就是从各个版本里面去对照出它，因为各个版本翻译有些不同。然后我们在当中可以去发现一些，就是我们平常可能没有注意到，或是不是很懂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平常我们在念的都是和合本，可是大家知道和合本其实是距今差不多100多年前写的文字，所以其实那时候牧师就说，如果你们看的和合本，表示你们真的很聪明，因为那是等于是现代的文言文了。然后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字句我们是看不懂的，然后而且中文有时候一些比较麻烦的是，一样都是信，相信那个信。但英文里面有什么 believe、trust， 还有什么 faith， 就是很多都是，就是很多的信，可是在中文都翻译成信嘛。那当然我们在参照不同的版本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看英文版本，在看其他现代中文译本、新翻译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原来跟我想的不一样，或是有些我们其实平常看不懂的字句，或是我们觉得有些疑惑的部分，就是我们在不同版本的时候，就是可以去看得出之间的差别，然后透过就是小组之间的分享跟讨论，就是看到我们就是大家就是桌上有很多的就是研经的书籍，有很多的注释书，然后就是可以参照很多就是牧师各个牧师他们的一些不同的看见，然后一些不同的解释方法，那我们可以说其实有时候圣经跟我们原本看到那种表层的其实不太一样，我们会看到很多深层的。就是看到很多他深层要写出来的东西，然后让我们当中就是可以有更多的学习，然后有很多的领受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帮我下一张，然后就是这次主要就是因为其实在当中就是收获很多，可是我觉得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是我其中的2个小组员，因为在他们身上其实我看到很多，看到学习到很多，那我觉得因为反正我都在教会嘛，你们来都看得到我，所以我就分享一些大家不认识的人，就是大家平常不会听得到的故事。那这一位是我们的小组员，他是一个韩国来的，应该是交换学生还是留学生，对，然后他中文其实讲的还 OK， 可是因为我们读的是和合本嘛，那我们刚不是说和合本其实是现在一种文言文，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他读和合本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因为其实他念过去，他字都看得懂，他会念，可是其实他念过去以后，他也不知道里面在写什么，因为就是不至于到都看不懂，可是就是会很难弄得懂。可是我发现他的里面，他其实看这张照片就知道他其实非常认真，就是他几乎是我们那一组里面我看过，真的是我很少看到这么认真在读圣经的人。就是他真的对他来说，其实语言上有些障碍，可是他就是真的是很虚心求教，然后就是他会一直问，然后一直想要把它弄懂。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当中，我们真的需要学习。或许这些语言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或许我们觉得我们都可以看得懂，可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会忘记，我们也要像他这样，我们要这么的认真，这么的，因为说不定我们以为我们看懂了，可是实际上那里面有很多我们并不了解的意思，我们并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的这个部分。然后下一张，然后这个是这是我这次主要最重要讲的主角。就是这是我另外一个小组员，那大家会发现，其实他是他的先天就是有残疾，那个手是天生就是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这个人不是有什么歧视，就是觉得还是会不习惯嘛，然后就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不知道会不会说有时候说话不小心就伤到他，或者是有时候一些不小心就说出一些不得体的话。可是他在当中，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人。就是我真的很少在敬拜在唱诗歌里面，我很少看到他就是这么喜乐的人。就是他虽然那只手不方便，可是他在我们小组里面他是拍手拍最大声的，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手掌，可是拍手可以这么大声。就是我觉得，就是当我看到那个真正从圣灵来的喜乐在他里面，然后就觉得我们说或许我们就是真的是手脚都很健全，我们或许我们有很多能力，可是
我们是不是一样这么的渴望神？我们是不是这么的去，就是这么想要亲近神？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只是嘴巴在唱歌，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用全人全心在敬拜在敬拜神？那我现在就是邀请大家，大概花30秒的时间，好不好？我们大概在心里面思考一下，你觉得你生命中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你有什么样的特质？就大家在心里大概稍微默想一下，你想想看，你在你的生命中，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好吗？还有需要时间的吗？就我们要问，我只是就是希望让大家在自己心里想想看，就是大家刚刚想的是什么？是你觉得你有什么能力？你有什么专长？你有什么样很棒的能力？或许你的表达能力很好，或许你很有自信，或许你很善解人意，你可以是个很好的聆听者。那虽然说我是主要讲的是那个神研班的部分，可是就稍微分享一下，在日光里面有个活动，就是我们当中有个活动，就是一样邀请学员去思考他有什么样的能力。那个活动目的就是说，有没有把人生的指挥棒交给上帝？那个不是我们这次主题，就是刚刚邀请大家去想，你生命中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你有什么样的就是能力是可以用的？那我那时候在带小组的时候，发现有个小组很快，因为大家都在想很久嘛。那有个小组很快就写完了，然后我偷偷一看，我发现它上面写能看能听能说能写能秀能吃能喝，我心里想，又是一个不想，就是又是一个没有在想的小孩，又是那种随便敷衍我随便写一写。可是突然就是这个念头闪过去后，突然3秒想会，不对，没错，我能听，我能说，我能唱，我能跳，那为什么我不能用这些来敬拜神？或许当中我们平常想到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什么能力很强，但是神给我们的很多很多，我们要想的是我有什么，而不是我有什么很擅长。或许我不是长得最帅的，或许我不是长得最高的，或许我跑不快，或许我跳不高，可是这不代表我这些能力不能为主来做工。或许我可能搬不动桌子，可是我是不是可以找2、3个人，我们就一起搬？或许我可能一个人做不了什么，或许我觉得我这个能力，甚至它是我的缺点，甚至可能说有些好说，像我唱歌我就五音不全，可是那又怎么样？我能唱，我只要能唱，我就可以敬拜主；我只要能唱，我就可以赞美我的上帝。那就是下一页，然后为什么这些？哦，对，就是刚刚那个。就是刚刚那个弟兄，他就是在约翰福音9章1到3节里面，就是有一段经节说，就是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来。”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天生的残疾，我们看到一些缺陷，但是在当中，或许这不见得是一个恶意，不见得是神的失败，这反而是在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在他里面。在像我在他生命中，我看到那个满满的喜乐，而且让我们重新反思，我们好手好脚，我们是不是有像他这么喜乐？我们是不是像他一样这么的渴慕神？我们是不是像他一样这么的想要亲近神？而不是我们好手好脚，所以我可以出去玩，我可以出去跟同学去哈拉去干嘛？那我是不是一样这么想要来到上帝的殿中，这么想要来敬拜他？在下一页。就是我刚跳了一页，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有什么。这首歌应该大家很多都很熟，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仔细去思考那个歌词，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真的很多。我们有一双在座，我目前看应该大家都是好手好脚，没有什么人有什么先天的残疾。那我们是不是都能把它拿出来为主来做工？我们是不是都要把它献上自己全人全心给主来使用？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在当中我觉得有很多反思，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彼此在加油，彼此在操练，就是彼此学习。那我觉得就是，或许你真的觉得我这能力不怎么样，或许我真的可能我很不会说话，像不是有人家说我经常蛮恭维，跟我进行在吗？就是或许你真的不是很会讲话，你不是很会做些事情，可是这些能力我们一样都可以用来做，一样都可以用来献给神，一样都可以摆上为主来做工。好，再下。忙碌可以是最棒的借口，心思藏填塞生活的细琐，你的爱常被我抛脑后，求你怜悯我。
是最大的阴谋，一不小心就跟着世界走。你的话总被我摆最后，求你赦免我。我不要凡事让你做作，我不要无意识的歌颂，我不要只在某些时候才想起自己为谁而活。我不要爱你只在于口头，我不要假装没有软弱，我只想真心为你触摸，求你更新我。各位坐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我觉得是有神他美好的旨意。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聚集，就是我们要互相成为肢体，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生。然后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然后就是这是在神研班学到，就是我们要附上版本对照嘛。对，下面是英文的版本。那为什么附上英文的版本？就是请大家看，就是我红色标记跟蓝色标记的部分。那这是就是在上面就是在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部分。那就是大家看红色的部分，他说就是 your bodies， 他用的是复数的身体。他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可是我们现在往下看，它下面蓝色的部分的活祭。它是 a living and holy sacrifice， 它是一个单数的名词。大家有注意到之间的不同吗？他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可是不是把身体不是每个人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是从一个复数的身体变成一个单数的活祭。我觉得就是呼应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彼此成为那个肢体，彼此互相连结，然后在基督里面结为一身，然后献上作为活祭。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彼此就是我们可以互相连结，然后互相。真的是互相合作，然后成为一个完全的团体，就是成为一个完整的团体，然后献上给神，而不是每个人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是所谓团契最重要的事情。好，然后再下一页。哦，好，然后打一下广告，就是2013年的大专神研班，在1月28号到2月2号，然后进行期间，不要急。然后现在请大家对你身边最近的大专生，还有即将变成大专生的高三生说，神研班很棒。明年记得去参加。好，就这样，谢谢。好，我们鼓掌，谢谢嘉平的介绍。